邊金光閃閃，天邊雲彩也是絕豔，潮升起憶昨天。你說夕陽無限美，偏偏苦短。海邊波光點。首先我要多謝大家對呢隻歌嘅支持，我自己咧都係好中意偏偏喜歡你呢隻歌，仲記得錄呢隻歌嘅時候曾經發生過好多唔順利嘅事，例如中途電力中斷啦，又試過嗰個機壞咗啦咁。第3次咧，我淨係錄第一句咧，已經試過45次都唔順利嘅，真嘅，你哋可以唔相信我，但係真嘅。第46次咧，搞掂。多謝你哋支持呢隻歌，我亦都係會繼續唱多啲好歌俾你聽。情與愛今日盡已變，如天邊彩霞那樣斬斷，才開始已成過去。我為何仍盼望留下一片？可以交出愛心，是比得到更開心。公益心愛護人，公益心照亮人，快樂變得更真。公益心每日行，公益心笑着行，縱善因得互任。愛意似那春風輕輕滲，傳入你心，溫馨留在你心。77年初认识丹尼，第一印象就是官仔鼓鼓，斯文潇洒。两人一同签约百代公司，两人的合作从倾诉大碟开始，那也是丹尼首次开始做监制。在偏偏喜欢你大碟中，周启生成为主要编曲人，主打歌偏偏喜欢你的编曲就是他。1989年东京音乐季世界大会上，周启生重编了词曲，加入梁祝的前奏，祝丹尼一举拿到了世界大会的大赏。周启生在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及，陈百强没有后台，没有组织帮助他，靠的就是自己歌写得好，唱得好，非常有计划的一步步推高自己，将音乐的追求放在第一位，永不言败。陈百强不仅音乐能力杰出，他的心地也非常善良。娱乐圈多的是落井下石的人，更有些小人得志便猖狂之徒。然而丹尼自己走红不忘朋友，为自己的好友郭小霖回港发展铺路。这张专辑中，他唱了首郭小霖的歌，并且特意叮嘱编曲周启生，为令我倾心只有你做好编曲。那时郭小霖还在加拿大琴行工作，他想为郭小霖日后回港铺条路子。郭小霖和陈百强之间的友谊，见证了另一段君子之交。
在一段欧瑞强采访郭晓玲的记录中，我们听到了当事人自己的讲述。当年二人在同一家琴行学琴，郭晓玲先拿到全港冠军，可以代表香港去菲律宾比赛。但是赛前郭晓玲阑尾炎开刀，无法参赛，陈百强可以替她参赛。去到菲律宾的陈百强观察赛事后，打电话劝郭晓玲不要放弃机会，因为对手实力有限，他来一定能赢。于是郭晓玲做完手术就奔赴菲律宾，最终实现了梦想。多年后，郭晓玲感叹：丹尼不必要这么做，如果他参赛，一样能赢。第三位朋友林慕德，近些年也常忆起丹尼，他坦言自己在乐坛朋友不多，陈百强绝对算一个。丹尼还曾做过他伴郎。林慕德的快歌写得非常好，是香港最早走电子乐风的作曲人，同时慢歌写得也不错。本张专辑的这首《公益心》是他为公益金百万行写的广告歌。丹尼觉得这首歌旋律非常好，加上他本人一向支持慈善工作，所以想把它作为一支流行曲演绎出来。于是林慕德重编了词曲，加了很多和声，最终成就了第一首广东话公益歌曲。这首公益歌曲至今还在传唱。林慕德透露，这首歌的和声也是丹尼唱的。他本人对陈百强的唱功高度推崇，他认为陈百强唱歌非常有感觉，很温柔，可以算得上是男人中的邓丽君。他还透露自己曾经想做丹尼的经纪人，但是丹尼认为他写歌就很好，做生意就很一般了。结合林慕德后来的一些经历来看，不得不说丹尼的判断还是挺准确的。歡笑愉快可以一起去分，一起分享更開心。公益心愛護人，公益心照亮人，種下那優美的因。公益心每日行，公益心笑着行，縱是因得互任。快可以一起去分，一起分享更開心。公益心愛護人，公益心照亮人，種下那優美的因。公益心每日行，公益心笑着行，縱是因得互任。